学费，撇出嘅时间去存堂做事。他为了缴学费，暑假的时候去餐厅打工。他为了缴学费，暑假的时候去餐厅打工。他为了缴学费，暑假的时候去餐厅打工。点点，点点，点点，安静，安静，安静。我哋嘅看天师，请唔点点莫紧讲话。我哋嘅看天师，请唔点点莫紧讲话。我哋嘅看天师，请唔点点莫紧讲话。我在看电视，请你安静，不要一直说话。我在看电视，请你安静，不要一直说话。我在看电视，请你安静，不要一直说话。安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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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安慰。阿哥尋條路唔順時，阿爸去安慰佢。阿哥尋條路唔順時，阿爸去安慰佢。阿哥尋條路唔順時，阿爸去安慰佢。哥哥找工作不順利，爸爸安慰他。哥哥找工作不顺利，爸爸安慰他。哥哥找工作不顺利，爸爸安慰他。陈贵，你还很用的啦！我想冇出来，你做咩呢？我唔知有个安尼啊。就快人有几岁啊？我真挺好啊！我去喊得唔强哦，尤其耳朵唔错嘅你。大家我是帮你吹，帮你唔吹，我忍，别搞了。陈贵，我还蛮羡慕你的。羡慕嘛个，我都唔错嘅你啊。唔系啦，你看我，我东江哦，为了一个4年，等你做强嘅啥？下茶咯，英文咯。都没有病痛了，在这里好好的休息。迄基督教、佛教、书中也系开宗，听见贤淑闪闪。啊，很渴哟，很老。你看哪个好朋友？我一次气干了。陈贵很用的啦，本主会上身哦。哇，江水运动给我整理。哦，来，老师你的sản婦晒，永远都得做一些卡后车跟拍卡车啦，身体是都以后卡用的，好吧？上加矮，他身体里面都不能些鼻涕，